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总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眾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2月6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民進黨台南市議員初選登記正持續進行當中。上午，永延會立委王定宇甲黃捷率先陪同3位議員參選人登記。賴系立委林俊憲則是陪同議長區里里等18位議員去登記，做伙畫口號，展現團結的氣勢。民進黨台南市議員初選登記正歷第3天，6日上午，立委王定宇、黃捷陪同議員參選人陳鴻宇、林建南、卓佩瑜登記，目標民進黨議員過半，和後一任的市長好做代誌。如果我們不能讓台南市在民進黨能夠穩定過半的話，下一任市長會很難做事。永延會是民進黨內最年輕的派系，那我們長期以來努力致力於為民進黨培養新的人，希望政治不是家族傳承，我們也希望政治能夠有讓每一個人有平等參與的管道。那今天永延會在台南市推薦3位。第一位呢是連任的陳黃宇議員，另外一位我們推薦的是林建南，在北區、中西區。那另外一位為各位推薦的是東區的卓佩瑜。3位候選人其實都非常的優秀，不是正二代，不是富二代，但是對於公共事務的熱情是第1名的。他們過去也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身經百戰。然後技能是滿點的，所以我相信這樣的即戰力，如果能夠進到市議會，絕對是有最強的戰鬥力，也可以馬上第1天就上攻。立委林俊憲則是陪同議長區里里等18位議員大程人到黨部登記。林俊憲講，若有時母雞無法度關愛到，小雞就要各自求生，這個時陣就要團結。團結台南隊，剛心跳社會。團結台南隊，剛心跳社會。2026的大選在台南，當然最重要是市長選舉但是市長當選，陳亭妃當選絕對沒有問題因為陳亭妃本人也說，他現在的目標是得票率要打破賴清德連任時候70%的得票記錄，所以現在對民進黨的挑戰是議員能不能當選最多的席次。那像我們今天有很多的議員，
他們都是過去一直以來最堅守民進黨價值、對黨的忠誠度最高的這些議員。我很榮幸陪同他們一起來登記，向鄉親來推薦，希望他們都能夠通過初選、大選也能夠當選。因為到年底選舉的時候是政黨的大對決，那母雞當然很重要了。如果有時候母雞沒有辦法關愛到你，那小雞就只好各自求生了。那這時候就是要團結了。今日上午有議長柯立禮、副議長林智典、議員蔡麗清、王宣茂、李宗翰、李克維、黃兆輝、蔡小薇、周家偉、沈家鳳、謝淑凡、朱正軒、郭宏儀、鄭嘉欣、蔡蘇秋金、陳秋紅、余柱清、陳秋平、陳碧玉、陳黃宇、新郎林更南、卓佩宇、郭品成、沈正南等24位參選人完成初選登記。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另外，頂一屆以小可差距落選的前市議員陳金晶，5號邀到台南市記者公會、台南市婦女會、福運食物銀行理事長以及多位支持者陪同完成登記。陳金晶強調，頂一屆差100多票的結果是伊前進的養分。這屆伊已經準備好勢，要用更加專業、更加接地氣的服務，重新登去議會。回顧頂一屆選舉，陳金晶在東區展現強大實力。雖然民調領先，但在最後開票時，以正小差距，甲失處擦身而過。陳金晶講，迄100多票距離是選民予伊的功課，也代表伊做了無夠多。這段時間，伊並無離開台南，服務也一直攏持續。希望鄉親予一個再次服務大家的機會。台南是民主的聖地，東區呢是咱城市進步的心臟。金鐘今天站出來，不是為了我自己哈，我是要將我累積的一個社會經驗來回饋社會哈。我希望我的未來能夠為東區、為台南的人民的這個生活環境啊，以及交通建設以及長照的這個福利來打拼哈啊！我期望我們的鄉親父老呢，能夠給我一個機會啊，我會為大家哈來努力來打拼哈啊！在這裡再次拜託大家，電話民調，請唯一支持陳金鐘，金鐘在你心中。東區電話民調，請支持陳金鐘。面對2026，民進黨在東區提名名額數甲兩色，形成4選2的激戰局面。陳金晶講，壓力真大，但信心十足。伊也指出，東區是台南文教甲社會指標區。伊本身醫療專業背景，以及佇社會機能內深度參與長照、育兒以及弱勢輔導業務，這攏是東區民眾上關心議題。伊主張將社會專業召回議會，監督市政，提升行政效率，讓政策真正落實着加好。伊也將秉持實幹、專業、不分黨派精神，完成4當前無完成的使命。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2026年，小龍文化園區馬上來團圓迎春系列主題活動，將在農曆春節初2到初5留咧登場。活動以着親子同樂、甲年節文化體驗作為核心，結合嘉義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小龍鄉口文化，來規劃這屆迎春活動。新生代舞蹈劇團的表演，替小龍文化園區的迎春系列主題活動揭開序幕。這回以親子同樂甲年節文化體驗為核心，舊曆春節初2到初5期間安排陣頭、兒童劇、布袋戲以及國際藝術村展覽，同時結合嘉義重要民俗金銅殿小龍鄉，展現地方信仰文化。小龍鄉內底上重要的是啥？就是咱的夜光燈，所以過年期間啊，哇，夜光燈停在我們的小龍文化園區，同時讓我們很多的小朋友有機會打扮成小神童啊！吼，嘉義金銅殿小龍鄉是咱野5大鄉口之一，知名的108隻真人夜光燈，嘛得到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餅古年鄉口會對3月初5到初8盛大登場，除了夜光燈連續4天出巡，3天的王船射景之外，廟方有計將申請台南市無形文化資產。咱的裝的方式甲人無啥相共，講咱是裝36天宮72地煞吼。一般所謂咱其他咱的友宮因所裝扮的是種比較傾向於走歷史人物。囡仔細漢我攏有帶伊出來咧看
所以就想要參與啦，要交人安尼互動，講佇頂懸摕物件交人分享啦，這會當祈求平安啊。為着讓3檔一科的地方姓氏提前帶動熱鬧氣氛，特別找來地方人士共同創作小人香味歌，由彭順家演唱，把金東鎮的歷史文化、古蹟精神唱出來，讓大家了解。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府城普濟燈會今年第14屆，將於2月12號在普濟殿盛大開幕。到時陣將有來自各地超過1800粒的彩繪甲創意的花燈正式點光。今年難得的是4月受意大利大商協會邀請，將首次前往歐洲參展，7月嘛會到日本仙台展出。一年一度的府城普濟燈會，美麗燦爛的花海已經成為台南年節重要盛事。每一檔吸引超過30萬人潮來參訪。今年廟方嘛宣布，將於2月12、農曆12月25開廟門迎神的時，正式點光1800粒花燈。其中迎接每年的主燈，第一座趣味的等一下買。向前唔免等到上好的時機，只要願意行動，祝福就已經在路上。看到這個燈下馬，其實剛好聽到他介紹，對，就羊迫不及待的到了，對，我們覺得還蠻有趣的。覺得怎麼樣？很開心。很開心。有沒有覺得很特別？馬年的這個裝置？有。今年的主燈呢，就是我們請了年輕的設計師年輕的藝術家來創作，就等一下馬。他們年輕人用一個比較苦手的想法，就是說，在歡樂的氣氛連羊都急不得要把它衝出來大家叫他等一下這樣子。邁入14屆普濟燈會，市長黃偉哲年內特當出席，嘛用行動展現對在地民間力量的支持。因為燈會今年在台南展完，4月將前往意大利米蘭，7月最後一站將順回到日本仙台，成功讓台南觀光走向國際。普濟燈會不僅是台灣出名、台灣之光，而且揚名國際，在東亞的日本以及現在要到歐洲去了哈。我們覺得不是覺得非常有面子而已，事實上覺得非常非常感謝，因為這個民俗文化能夠變成一個有藝術成分的創作哈，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宗教不只是宗教，咱會當結合的文化，就咱的文化行出咱的方向跟目標，所以我們期待我們在之後，我們不只是米蘭，不只是仙台，我們還可以走向全世界。愈在地，就愈國際，一直是普濟燈會初心，嘛是一路行來較深。再次邀請民眾2月12到3月7號做伙行入燈會世界，嘛見證台南走向國際。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減輕弱勢家庭過年的負擔，立委陳天輝甲前議長郭信良所發起的寒冬送暖已經超過24檔攏無停過，而且投入的善心團體愈來愈多，區域嘛擴大。今年將在2月8號，在阮台南市6區甲前門區的民代服務處發送物資，預計有4500個收入戶家庭受到幫助。為着予弱勢好過年，立委陳天輝甲前議長郭信良結合各界善心團體所發起的寒冬送暖已經超過24檔。今年的立法院也未正式開議進前，陳天輝親自召開記者會，強調伊從政偌久，行善就做偌久，而且包括物資甲區域攏慢慢擴大。今年就加入大前門區，
期待減輕弱勢家庭過年的負擔，嘛，互因感受社會溫暖。受到大家的熱情，尤其互更較儕人佇即個過年的時陣，會當感受到即個社會是足儕溫暖、足儕熱情的，因無孤單，這較是上重要。所以阮佇即個串聯的24天的過程當中，對一區到兩區，到咱即個台南市吼。全部所有即個原市區的部分，即馬佫加上着咱的大站門區，所以阮有資源，我們一定會一直擴大。嘛希望講大家拋磚引玉，互咱即個社會充滿愛心。24天來，這是阮即個歷史的使命，嘛是阮感覺愛關懷弱勢的重點。第二位陳天輝的號召，菲菲團隊寒冬送暖行動無停過，大家小酒做愛心，每一檔平均募集300-400萬的物資投入，相當甘心。今年將對2月8號上午9點開始，佇原台南市6區甲站門區來送愛心，預計有4500戶的低收入家庭受惠。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有一間餐廳最近推出芋泥三色豆香菜意大利麵以及珍珠奶茶口味意大利麵，被部落客佇社群頂面分享以後，引起熱烈的討論。而且這種新奇的搭配，讓前總統蔡英文也留言表示，這盤意大利麵就是台灣人甲世界交朋友的方式。拿出冷凍三色豆放進鍋子裡，裡面還有芋頭塊，等等等等等等，這個組合是要幹嘛啦？竟然還加入了意大利麵條，真的是足見母湯。盛出裝盤之後，放上香菜點綴，成了這道芋泥三色豆香菜意大利麵。我不喜歡三色豆，香菜也不行接受。另外這道培根放下去爆香，步驟看似正常，沒想到還淋上了貨真價實的黑糖珍珠。珍珠是好吃的，但是加在一起就很奇怪。意大利麵裹上紫色芋泥醬汁，配料是台灣人最熟悉的三色豆和香菜，整體吃起來偏甜。珍奶培根的珍珠是採用阿薩姆紅茶熬煮。一名美食部落客在社群上分享這兩盤神奇的組合，引發網友討論。前總統蔡英文也來留言，表示這算是台灣人跟世界交朋友的方式，我相信歐洲的朋友會諒解。這個發明的人是怎麼想到這個黑暗料理的？而且我覺得應該會引發國際眾怒吧。年輕人就是要有一點新的嘗試吧，新的創意，說不定會有新的火花，不一定不好吃。當初其實這個品項老闆在4年前就已經發明出來了，他只是想說今天終於可以在這邊實現這樣子，然後他的想法就只是想說，可以把台灣人最討厭的3種東西結合在一起。創意無極限，意大利麵融合台灣味，討厭的人討厭，喜歡的人會很喜歡。業者坦言，大多數人會點，只是拿來拍照圖個新奇。至於有沒有勇者能夠吃完，等你來挑戰。記者台南綜合報道。在桃園媽祖新村有一間結合會藝、香氛甲餐飲的老厝空間，頭家將伊多年來做芳療甲餐飲的經驗融合在老厝內面，互人客一入門就先感受到精油的香氣，而且其中一道充滿客家文化的牛問水，是遊客一定會點來食的點心。做回來看賣。走進媽祖新村的巷弄內，有間用香氣迎接客人的店鋪，店內擺放天然精油，透過溫暖的燈座，香味沿着光線往空氣裡散開。這家店結合花藝、芳療與小甜點，用最自然的方式替老眷村添上一種新的溫度。老闆呂溫儀住在馬村附近，在疫情後看到周邊一間間老屋空下來，心裡才浮出念頭，或許能在這裡用自己會的東西做些讓人放鬆的事。那我常常在這邊散步，就看到這個馬村4號，我很喜歡它。那本身我自己是一個花藝師，然後也是一個精油芳療師。那我就想，我可能可以以這個身份來做一個進駐的申請。馬村這個氛圍是讓人家感覺到很放鬆。那我剛好可以利用我自己的會的一些
技術，可能可以在這邊成立一個比較放鬆的店，這樣子。建築馬村之初，他原本只規劃花藝課與精油課，後來也把10年的餐飲底子帶進店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碗很多人一吃就愛上的牛問水。我當時只是想說，如果馬村這邊有一個可以讓我有一個駐點的機會，那我可以在這邊教一些花藝，然後教一些精油芳香療法。那當時是這樣設定的，可是後來沒想到，好像這樣子的只有單一的這樣子比較沒有那麼齊全。後來我就開始思考，我怎麼樣把人帶進來，然後最後就運用上我在餐飲業的這個 base， 然後把一些我以前就是在餐飲業的經驗，把它帶進來這個餐廳這樣。牛問水是一道台灣客家人的傳統點心，由糯米團配上黑糖薑汁熬煮而成，有着軟 Q 的口感，是早年客家家庭節慶才會出現的味道。老闆刻意挑選這道快被遺忘的小吃帶進馬村，還加上擂茶的概念，讓客人可以在桌邊慢慢磨花生、芝麻，撒在熱騰騰的薑湯上，多了一道儀式感。意外的是，這道成了許多人到訪必點的甜點。而他最想做的事是替馬村留下味道，所以他以甜橙、橙花和草本香調調出3款象徵馬村的限定氣味。那馬村這個眷村呢，它以前有種很多果樹，然後有很多芳香的花朵。那我就運用了就是果樹這個甜橙跟這個橙花，然後來調製這個馬村限定款的香水。那客人都非常喜歡，所以像我調了這個竹籬笆外的春天，最主要就是說有一些遊子他可能遠行之後再回到他的家鄉的時候，可以感受到這個眷村的這一個思念的味道。在他心裡，馬村的味道來自生活裡的那份樸實。老闆呂文儀把香氣與甜點融合在一起，就像把眷村味重新端回桌上。他希望走進這裡的人不急不趕，在這裡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馬村記憶。記者陳浩台灣採訪報道。每一天開車經過高雄中山一路的駕駛朋友，最近應該有發現路變好開啊！市府最近將對中央公園頭前的路段進行大改造，不只把路面鋪好平，更加關鍵的是解決了長期困擾駕駛的車道對袂齊問題。透過空拍對比圖，可以清晰看見中央公園前的中山一路已經換上嶄新的柏油路面，又設計左轉副駕車道，並優化了每段車道的連接性，讓駕駛不用再擔心開着就誤入歧途。跑界的人目前行駛在中山一路上後，那因為之前的標線不夠明確，常會導致駕駛混亂。像是民生路這個路口，直行車輛就會常常開進左轉車道，那目前已經完全改善。過去行經中山一路，最讓駕駛頭痛的就是車道位置不銜接，尤其是五福和民生路口最為明顯。以中山民生交叉口北往南的方向為例，內側車道原本是直行，過個路口卻會直接開進左轉道，迫使駕駛必須在中途進行切換，不僅可能增加回堵幾率，更徒增事故風險。像之前的話，就是標線沒有那麼清楚，所以大家可能會對於那個左轉或右轉沒有那麼明確。可是現在改善了蠻多的。如果遇到不知道路的，或者是不知道該怎麼轉的，就會有點麻煩。但現在的話就還可以。以往的畫法呢，這個最內側的直行車很容易就誤入這個左轉車道裡面，以至於到了路口它還要往右去做變換。那現在的做法就是讓直行車在最內側還是可以繼續直行，那是讓這個左轉車呢到了接近路口的時候，才有一個附加型的左轉車道。高市府交通局與公務局合作，除了中山路以外，包括中華路、九如路、美術東2路等主要幹道，都趁着路面重新刨鋪的機會，同步進行標線改造，借由消除舊有不合理的標線，讓左轉車有專屬的待轉空間，直行車也能順暢通過，不用再冤枉排隊。中山路的改造的部分也是借由這一次道路重鋪的機會，那把標線做一個改善。那原本
3塊1慢慢車道不夠寬的這個狀況下，會有一些右轉車流交織側撞的問題。那這個左轉車道沒有偏心的狀況下，也會有這個直行車道會誤入左轉車道。那這一次的標線改善呢，都一併把這個問題做解決。這次中山一路的轉變，不只是單純的鋪馬路，而是一次從路型設計到動線邏輯的全面升級。透過工程手段修正路口設計，讓高雄的道路不再只是大條，更是讓市民安心駕駛的直覺式路網。記者孫軍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2月6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改變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租房子、到銀行開戶。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做任何決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們會趕快去了解權利義務，邁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
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